基隆捷运的经费将近700亿，第4月已经通过宽屏，综合规划5月马上交通部审议哦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早起去实际来了解捷运站的规划，讲到基隆市政府得爱负担61亿。郑文灿是表示讲，会来调降地方分配款的比例，使捷运的开发基金来减少基隆市政府的负担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到实际视察基隆捷运的其中一个站宝登溪站，未来按算要结合都市设计，带动货运厂区的转型。基隆捷运的总经费有696亿8900万，基隆市政府原本是负担17亿，即马增加到61亿。市长谢国良就批评中央，对此郑文灿是提出2大解决方法，包括调降地方分配款的比例，也有设立捷运开发基金，让基隆捷运的负担降到原来的水准。那差额的部分用捷运建设基金，另外中央的这个补助款跟地方的分担款的比例也会略微调降。让这个捷运可行。对财务状况没有办法顺利解决的状况，他给我们指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路。那事实上，基隆市政府也已经在动了，我们交通处也成立捷运办公室。基隆捷运今年4月通过宽屏，综合规划也定5月送交通部审议。外界即马关心的是，当时会当通车，铁道局回应，有计伫民国121年7月会完工通车。内政部长林佑昌就指出，基隆捷运予大台北首都圈的路网更较完整，带动基隆河各廊道的建设，增加就业机会。基隆市府即马就要振动起来，做好都市计划配套，成立捷运工程团队。捷运站旁边要有停车的空间，要有公车的这些连结串联的系统，所以都市计划内的生活圈的道路就必须一定要配套，现在做好规划。南线东延的部分，您还没有回复到委员。郑文灿强调，基隆捷运无色彩，即马已经行向最后一里路。不过面对新北市议员问板南线东延的问题，郑文灿无做回应，回头就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